咱再来关心小数公布宝林地是食物中毒案的上新的调查进度。伫顶个月底哦，伊嘛有去越南师傅的厝里哦，采检包括大门、冰箱，顶手有接触到的14个样本，最后哦，毛伫师傅的手去验到米加菌酸哦。也毋过引起米加菌酸的唐菖蒲伯克氏菌哦，到底是对来的？目前是搁会找找。今仔早起的大地震哦，小数位伫南港的昆阳实验室嘛跳电，所以细菌的培养敢有法度伫一礼拜来验出结果，这恐惊阁有变数。台大化验所检出宝林地小杜子西手有米加菌酸，小数初三记者会也公布上新采检结果，同款也伫杜子西手验出米加菌酸阳性反应。搁一摆证实毒素就发生伫远北宝林 A13灶卡内底。啊，不过医院欠最后一部分，就是引起米加菌酸的原凶唐菖蒲伯克氏菌到底伫倒位？细检调加小数人员3月30去越南籍杜子西的厝进行环境采检。14件，包括手部门的把手、冰箱把手、汤匙、水壶的把手、刀具、洗脸台，还有床面等等。宝林地小食物中毒案件已经造成2人死亡，所标出业者的产品责任险已经过期，无继续保，受害消费者恐惊求偿无门。为保破网，小数宣布，为即麦开始有1个月辅导期，未来比照汽车责任险，要求食品业者伫非定不可登录平台，强制上传投保的证明，互地方卫生局严稽查，若无相关，严罚300万。我们会跟财政部合作，那会从保险公司直接上传，所以我们会知道母数哪些食品业者应投保产品责任险。啊，不过因为初三发生强烈大地震，小数昆阳实验室再起大跳电，细菌培养恐惊就安尼断电，爱全部搁定来。越南籍杜子西厝内的环境检体，是毋是用伫一礼拜来出来，有关乎变数？记者综合报道。